宜兰港澳宣布，互县府依照发展观光条例分区域来限制水上活动，而且敢若会当去游泳、厝泳，也有耍飞行线等等，其他的水上活动就拢总袂使做。有民间团体就认为无合理，嘛认为开放的项目无够多元。冲泳的民众看到泳来了，上阵一个泳就飞去伫冲泳板顶头开始冲泳。虽然不是热天，不过伫头城港澳海沙坡也是有真侪人来冲泳。伫咧这片海域，只敢来当冲泳、游水、加耍飞行线，不过爱伫咧特定区域，有人认为卖管遐严。多少管一下是 OK， 但是不用到那么严。宜兰县政府考虑到安全，一直拢是依照发展观光条例发布公告，以坐标定位，将港澳海沙坡分做 A、B、C 三区域，四区 A 区会用冲泳，B 区是会当冲泳、游水加耍飞行线，这袂人甲器材伤侪冲得到。公告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坐标点了，那我们一般从事这项活动的人不太可能去看坐标了。而且坐标也有误差，就算是你拿的那个 GPS 看，也是会有误差的。不过，伫咧几多年发展了，最近的休闲活动除了冲泳，怎么也有 SUP、独木舟等铺具。台湾开放这些联盟认为，县府的公告应该废除，除了用坐标分区会有误差，无法度遵守加执法，开放的休闲项目也无够多元。如果我们接到相关的反映，我们仍然会邀集包括东北角风景区、宜兰县政府，还有头人镇公所以及周边的社区，还有水域活动的相关玩家，我们一起来讨论。现有的公告是县政府在东北角风景区、头城镇公所加当地社区另做共识了，才修正发布。伫这么外界又有无同的声音，县府讲，若是接到相关反应，会去邀请各界开会讨论，结果来决定是要继续现有的公告，也是增加开放的项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